科技的龙头台积电伫个放弃龙潭3期的评估用地以后，其他各县市拢积极咧争取。议员李伟智想要透过市政总质询，希望台南市政府要做好准备，尤其伫个用水甲用电的部分。对此，经发局长表示，水甲电绝对无问题。其他的部分，新竹跟中部他们用水量没有台南这么多，那台南还是农业大县，所以我也希望说，它这个用水的未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，跟农业的竞合的程度上，我们都需要做全方面的一个考虑。对，这个部分特别来考虑啦，就是讲咱嘛会当看旧年吼，旱灾上严重的时阵，咱开了当甲应验过，所以这个部分咱会当去切放啦吼。而且咱就嘛看今年的水库的规拢满水，会应到6.7亿度了，这个部分拢有当有这个上上的准备。啊，当然嘛，惊讲拄着大旱的时阵，咱要安处理吼，这个部分倒来，咱会甲中央讨论这个水资源调度的。我想啊，一个企业吼，伊会去关心伊的环境，就是讲伊设厂的稳定度，吼，你必须让它供水供电都无虞啦。另外，市长嘛回应，就算台积电1.4奈米无伫个台南，未来搁较先进的制定，嘛有可能会伫台南。他会选择北中南啊，因为是在桃园碰到了那个他另外在三中那边，所以下一个是现在1.4会不会碰到台南？我们不敢讲，但是如果1.4有最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再下一个时代也一定会碰到。也期待啦，如果他选择留在台湾，我觉得台南是他的第一首选。我希望他在做好准备啦。是。另外，伫地方建设方面，因为新化果菜市场伫个迁徙以后，原有的土地将规划兴建一栋结合卫生所、亲子馆、加公共托育中心的综合大楼，预计民国113年规划，114年来兴建。对此，议员嘛争取，希望会用增设护国里的活动中心来合并兴建。对此，民政局回应，会甲卫生局加社会局来讨论。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。